云南主营的再有一顿饭，米线上来着。今朝有你自家烫的乌骨鸡、酥肉、墨鱼、腐竹生鸡蛋、蔬菜、鸡肉、葱姜烂木丝，好啦啦啦啦啦啦，哈，拌一拌，从米线开始带米线结束。你要晓得云南人早餐吃米线，因为你一到海拔干，饭晒不着，米人工分和米吃不到，那个才是米线的来历。对搿个朋友吃子多，让不晓得，白吃。你在做还是功课了呢？我也勿做功课，那个是大鱼讲的。你到听这个闲话忙勿是？我听这个闲话长知识，你应该觉着自然。安神台，也想修动力，发下西上时，关键是要意志坚定。听不懂的，这样听不懂。感谢缘分让我们相遇，希望咱们这段行程能够成为你们此生很轻而易举就回忆起来不错的一段啊！啊个屁，跟团搿又勿有，得不偿失，何福为利？哎，这个事体已经过去了。开心的事体马上十一来着。今朝我要带儿子媳妇一来带病忙去吃西餐。去之前呢，我要带邻居带去喂一喂。两米麦色，3种颜色的老干锅鸭。好，小了呀，再会啊。么子松脱，现在走起后行的。先拿两个背扛起来，基本上看不出来。三辣椒904克用，外口是看得身浪肩上再配。全身服装汉子，今朝要到丈母娘去陪陪面对。行头后喊，现在马上出发，先去接儿子媳妇，带着3女仔，别整个落雨头里，让等儿子来。等至半个钟头才还不来了，快点快点！啊哈啦，明天喊我4点钟来个，我已经换汤子子。啊！本来老早就看的，那份看见到龙窝得了。车子不回来的，想车出不出来？啥个车子？当车子到啥高级？那个大行发帮我开到路得去啊！你到来娘个崇高班管都不得了，你要晓得。下趟我不等的啊！开至整整1个半钟头，上单子，四味猪香，华小第一针，再往南面去侪是鱼骨。不晓得老板饭店的宴会中心，那个寻你今在吃西这一个地方。本来为了想来汽车也还停，结果我们随便停，现在还是要进去。不晓得几个清高来落单，落一单是几个新娘子，那个是新娘子啊！小丹姐，跟我一起走啊！我们一起的。哦，丈母娘来啊，这样今天，那你大家说实在话，这点人大熟悉噻，不大熟悉。你现在吃西这一个地方正是单子，儿子媳妇影子也没在，清高还不晓得了落单。哎呀，清高啊！哎呦，上1分牌头做清高，你把漂亮的啦，金子到下部，新娘子到下部。再讲一点人子，案桌浪向人啊，一个不认得，菜没带上子，吃没办法还吃，豆皮熬得了咕噜咕噜尖，大了分子，中午也没相当于共同的亲眷。再吃个蘸子，素豆是应该先上，点鸡，清高，儿子媳妇侪熟了搿搭。不是像阿头里再喊，再厉害，喊下来的，少年海里待得搿上干了。哟，灯暗脱在，男女主角马上侪要灯上。据说个新郎1.9米，2只脚真的散开。这个时候，爸爸也会将女儿的手托付于新郎的手中，同时也给2个孩子一个大大的拥抱吧。你是否愿意让他站在自己的身影里？现在才肯的。你是否愿意把你最好的年华都交付于他？愿意。现在妇女是红白太，9高子。